2008年，李澤楷試圖以每股4.5港元將電訊盈科私有化。當年呢啲股票嘅買入價最高折算超過100港元。4.5港元收購相當於乜嘢？相當於你買咗一件1000蚊嘅大衣，商家依家話我俾45蚊你將佢買返去。而且外界好快算出嚟，李澤楷以155億港元完成私有化之後，可以即刻從公司賬上提取177億港元嘅股息，等於唔使1分錢，仲淨賺20幾億。啲小股東當時嘅心情大概4個字就可以形容：不共戴天。然後爆出咗中票醜聞，數百名富通保險嘅經紀人，每人獲贈1000股電盈股票作為獎金。條件係喺股東大會上投票支持私有化。呢件事被獨立股評人韋伯揭發，香港證監會出動，高等法院介入調查。調查結果顯示，投票支持私有化嘅新小股東裏面，有將近347人同富通保險代理名冊上嘅名高度吻合。上訴庭3位法官一致推翻咗初審裁決，措辭極其嚴厲，直接用操控呢個詞描述嗰一次投票，話法庭不能認可不誠實，私有化失敗。2010年，香港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出動超過100名調查人員，搜查咗李澤楷嘅住所。嗰一年，佢喺香港商業信譽上嘅損失係幾多錢都補唔返㗎。但李澤楷係嗰種俾人打低都仲可以爬返起身嘅人，而且每次爬起身之後都可以揾到一個新嘅賽道再跑過。2012年，李嘉誠正式宣布分家，方案係長子李澤鉅獲得成個長和系嘅股權架構，接掌帝國；次子李澤楷獲得大量現金，數額從未公開，市場估算喺300-400億港元左右。用一句話概括就係股票俾長子，現金俾次子。李嘉誠話佢會全力幫助李澤楷，相信佢可以用呢筆錢做出多以倍數計嘅資產規模。呢啲說話聽落似父親嘅祝福，但係你諗深一層都可以理解成另一個意思：打發走，俾夠錢，唔好喺度搞震。李澤楷2個月之後，將家族信託裏面佢嗰1/3嘅權益全部轉讓俾哥哥，完全退出家族信託。從此之後，佢同父親嘅商業帝國徹底冇瓜葛，一刀兩斷，各走各路。攞到現金之後，佢當年就出手啦，花咗21億美元收購荷蘭國際集團喺香港、澳門同泰國嘅保險業務，更名為富衛集團 FWD。此後12年，佢以令人眼花繚亂嘅速度喺東南亞橫衝直撞。2014年進菲律賓，2015年進印尼，2016年進新加坡同越南，2017年以全資收購殺進日本，2019年喺泰國做咗東南亞保險業史上最大嘅單筆併購，金額接近30億美元。一路買，將富衛從一家小保險公司變成咗覆蓋10個亞洲市場、年化新保費接近20億美元嘅保險帝國。然後富衛開始闖關 IPO， 闖咗足足4年，4次衝關，3次失效，第4次先喺2025年7月7號終於喺港交所掛牌，發行價每股38港元，融資約44億美元，估值約60億美元。上市首日，李澤楷冇去敲鑼，冇出席上市儀式，冇對住鏡頭笑住剪彩，佢依然係嗰種喺最戲劇性嘅時刻，偏偏選擇唔出現嘅人。呢個就係佢。好啦，以上呢啲係商戰史，足夠精彩，足夠慘烈，足夠令人拍案叫絕又抌空頓足。但如果只係講呢啲，你睇到嘅係一個攞住世界地圖揾獵物嘅資本獵人，睇唔到嗰個收埋喺獵人皮囊裏面嘅人。要睇嗰個人，你要睇佢嘅情場。李澤楷嘅感情史係呢一世佢做過嘅所有事裏面最複雜，都係最真實嘅部分。佢嘅感情模式從第一段開始就已經定型啦。此後20-30年換咗10幾個人，核心邏輯一次都冇變過。佢會真心愛上對方，會慷慨大方，會喺最初嘅1-2年傾盡所有嘅熱情，但永遠有一樣嘢唔俾，一張結婚證同一個明確嘅有法律保障嘅未來。
等對方終於忍無可忍，開口問我哋到底幾時結婚，佢就會變得忙碌，變得疏遠，或者乾脆喺感情仲未死透嘅時候就將目光移開，令關係自然死亡，然後重新嚟過，再搵過下一個。第一段正經戀情係真正交流內，日籍美國人，加倫比亞大學新聞系碩士， NHK 駐港首席新聞主播，嗰種行入任何場合都會令人回頭嘅女人。1992年佢以記者身份採訪李澤楷，兩人由此結緣。1994年正式喺埋一齊。為咗跟佢辭咗 NHK 嘅工作，去新加坡嘅電視台返工。因為佢當時主要喺新加坡度做嘢，佢就跟到新加坡。呢個係佢身邊最被外界認可，亦都係最被李嘉誠滿意嘅一任。李嘉誠私底下非常鍾意佢，多次旁敲側擊，希望個細仔認真考慮。佢哋喺埋一齊足足4年，4年係佢歷任女友中陪伴時間相當長嘅一段。然後佢返咗香港，回港之後身邊嘅恩恩怨怨太多，其中一個係沈智慧，父親係終審庭大法官嘅大律師，出身法律世家，兩段關係一度並行。真正交流內得知之後，佢唔係嗰種會委曲求全嘅女人，平靜咁提出咗分手。佢後來嫁咗俾一位美國外交官，據說婚後平靜而幸福。真正交流內離開之後，沈智慧維持咗數月都結束咗，冇掀起乜嘢波瀾。再之後係盈科之花林慧儀，澳大利亞名校畢業，盈科嘅市場經理，溫柔小鳥依人。據說李澤楷當時係認真㗎，身邊嘅人都以為今次要得米㗎啦。但係佢太忙啦，一忙就消失，約好嘅事經常取消，電話又打唔通，人又搵唔到。感情喺一次又一次嘅被忽視裏面慢慢磨損，磨到林慧儀自己都撐唔落去啦，係佢先提分手嘅。分手嗰日，記者影到佢喊住離開嘅畫面。佢後來去英國進修法律，做咗律師。李澤楷分手後，據說好長時間念念不忘。佢碩士畢業，佢仲幫佢聯繫咗一間律所。佢唔係唔在乎，係嗰種你離開之後先發現自己在乎嘅人。呢種在乎係最冇用嘅嗰種。你有冇注意到一個規律？李澤楷嘅前女友們分開之後，一個個都去咗讀法律。呢個大概唔係巧合，而係同呢種男人拍過拖之後，深刻領悟到一件事：呢個世界上你只能靠自己，所以最好手裏面有一張法律學位。然後係李素蘭，葡籍混血，灣仔嘅資深裁判官，父親係退休法官。哥哥係執業大律師，本人法律功底深厚，係佢歷任女友裏面顏值同氣場都相當硬核嘅一任。2年左右分開，性格不合。然後係羅愛欣，中英混血，法律學士加國際稅務法碩士，巴克萊銀行嘅債券分析員，喺同一棟大樓裏面返工，喺電梯裏面認識嘅。呢段戀情李澤楷異常高調，帶佢出席公開場合，拜見佢嘅父母，身邊嘅人話佢確實講過想穩定落嚟之類嘅說話。最後仲係羅愛欣主動提咗分手，話兩人唔合適，分手好友好。後來佢嫁咗俾香港銀行界嘅精英，據說過得好好。李澤楷嘅每一任前女友從佢身邊離開之後，好似都活出咗自己應該有嘅樣。佢哋從來都唔係靠佢先得嘅人，係佢短暫咁成為咗佢哋生命裏面嘅一個漩渦，將佢哋捲咗入去，然後又捲翻出嚟。佢哋冇攞到嗰張分書，但係都喺離開之後活得比留喺嗰段關係裏面更自由。咁講明咗乜嘢？講明呢啲女人根本就唔需要佢，係佢一直需要佢哋，卻始終俾唔到佢哋真正需要嘅嗰樣嘢。2007年底，故事進入咗最轟動都最複雜嘅一章。李澤楷去上海探班好友楊紫瓊，喺片場遇見咗正在拍《盜墓迷城3》嘅梁洛施。嗰年佢19歲，佢41歲，年齡差22歲，一見鍾情，或者講一見互相着迷。梁洛施嘅背景比佢歷任女友都要複雜得多。佢係澳門望族殷李基嘅私生女，父親從未承認過佢。喺佢出生半年後就去世啦。
家族連佢母女參加父親葬禮嘅資格都唔俾。佢從細跟住母親躲避追租嘅房東，12歲輟學，簽入英皇，16歲出道，18歲憑伊莎貝拉攞咗葡萄牙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，係公認嘅實力派新星。一個從細缺失父愛、渴望穩定同名分嘅女仔，喺19歲嘅時候遇見咗一個比佢大22歲嘅成熟嘅、強大嘅、出手大方嘅男人。佢後來話，俾佢嘅成熟、細心同才華吸引，唔在意年齡同身份嘅差距。呢種吸引裏面有幾多係愛情，有幾多係一個從細缺咗父親嘅女仔對父親形象嘅某種投射？呢個問題大概連梁洛施自己都分唔清楚。2008年3月，戀情曝光。同月，梁洛施通過律師同英皇解約，解約金據傳高達1到2億港元，由李澤楷揞荷包。佢將佢從娛樂圈贖出嚟，送去海外加拿大置業，私人飛機接送，珠寶首飾、黑金信用卡一樣都冇缺。佢嘅愛同佢嘅錢一樣大方。而大方係佢最擅長嘅一種愛的語言，都係佢唯一願意俾嘅。2009年6月4號，梁洛施喺加拿大生咗長子，李嘉誠親自取名李長治，寓意長治久安。一個一向認為呢段關係門不當戶不對嘅祖父，同個孫仔親自改名，呢個舉動裏面有幾多係真係接受，有幾多係老父親喺度試圖用個孫仔為名修補同細仔之間嘅關係？旁觀者各有各嘅解讀。李澤楷罕見咁高調，拍咗全家福發通稿，親手為個仔剪臍帶。梁洛施話嗰個係佢呢一世最快樂嘅時刻之一。記者問分期，佢話暫時未有結婚打算。暫時呢個詞係佢一生中用得最多、最有彈性嘅一個詞。